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2月初5，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、18节到19节，以赛亚书30章19节到26节，使徒行传13章16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正路。以色列人离开上帝的道路，敬拜偶像，也因为安尼来得罪上帝。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，着爱行往正确的道路，因为只有回归到伫正路，因才会通搁再次来得到上帝的看顾甲赐福。以赛亚书30章19节到26节。请记伫耶路撒冷锡安的人民啊，恁袂搁再低头。伊听着恁低头的声，会施恩互恁，恁一个听着就会应恁。虽然主用艰难做饭，用困苦做水互恁，毋过恁的老师袂搁再眯起来。恁的亲目看到恁的老师，无论恁偏正边还是偏倒边，恁会听到后面有声对恁讲，这是正路，恁着行这条路。然后恁着要将恁所雕刻的轻银的偶像甲铸造的包金的神像，甲因拍垃圾。亲像无清气的米迄条，讲因袂当搁互阮看到。主若落雨，会互恁也伫土年的种子来成长，互土地所生出的五谷好搁丰富。伫迄日，恁的精神会伫宽阔的草坡来食草，犁园的牛甲驴会食用蚱仔甲白来配合清气，搁散盐的饲料。伫恁的对敌受大屠杀的日，因会守望台倒坏的时，恁每一个大山悬岭拢会有溪水直直流。伫上主包扎伊，互伊的子民受的伤，伊伫伊甲因折发的重伤迄时，月亮的光会亲像日头的光，日头会发出7倍的光，亲像7日久隆重的光。保罗伫传道的中间也举这个旧约的一人物来讲到基督信仰的道路。使徒行传13章16节到29节，保罗就站起来比手势讲以色列甲敬畏上帝的正人，请听，以色列人的上帝有竞选咱的祖先伫因寄居埃及的时，互因成做大的民族，用以大权能的手带因出埃及，搁伫旷野宽容因40年久。伊毁坏迦南地区7个民族了后，搁将迄个土地互因做产业，讲约450年了后。以后，上帝有为着因设立士师，一直到伫先知撒母耳的时。后来，因要求爱有一个王，上帝就互对便雅悯支族选出基督的囝扫罗，互伊做王40年久。上帝废扫罗了后，任命大卫做因的王。关系大卫伊有安尼讲：我找着亚西后代大卫，伊是合我心意的。逐项代志遵行我的旨意。上帝照伊的应允，对大卫的后代，互以色列人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耶稣出来以前，约翰对
正以色列人传讲，就因为悔改来领受着洗礼，约翰特别结束伊的工作的时阵，就对众人讲：恁想我是甚物人？我毋是恁伫顶头的迄位，佮有一位对伫我后面得来，我连甲伊头下大嘛袂堪得。各位兄弟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甲恁中间敬畏上帝的众人，这个拯救的信息已经有传互咱。因为伫耶路撒冷的人甲因的官长毋捌耶稣，嘛无明白逐个安息日所读先知的话，就甲伊定罪。这拄应验着先知的预言，虽然伊找袂出甲伊定死罪的理由，要求彼得多甲伊处死刑。圣经所记载是关系耶稣一切的事拢完成，因就要将伊对十字架顶扶落来，下伫墓里。基督徒着爱追求的，就是爱合上帝心意的性命，行伫上帝的道路。因为耶稣基督嘛安尼讲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要接着我，无人会当去到爸遐。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、18节到19节，上帝啊，求你将你的公正的判断赐互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互王的囝，互伊会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于你受苦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和平互伊的百姓，愿小山互因享受繁荣，伊会替百姓中困苦的人来伸冤，伊会解救善者人，会拍碎压迫者。愿因敬畏你日久月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润得土地，以坐位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。甲月平久来享受大和平。18节，至高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只有伊行其余的事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，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们，阿们。恳求主爱上帝指引阮行伫正确的道路，互阮行伫迄个中间，会能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